係韓國，但我的臉即將擁有新護照喎。曾經覺得醫美是明星專利，直到素人如我，鼓起勇氣預約了這趟顏值升級之旅。首爾江南區的診所，想便利店一米界，但每一家都藏過10年以上嘅技術口碑。我選你哋㗎，連本地室友都偷偷推薦自然風魔法。醫生反覆問你想解決什麼？不是推銷套餐啊，又係分析骨骼肌肉走向。翻譯姐姐悄悄說，這裏的審美信條是改變耳，但好像沒改變。消毒步驟多到上航天員升空，反而讓人安心。變美的前提是安全抵達，針尖觸碰皮膚的瞬間，被螞蟻輕輕定一試。原來頂級麻醉師的手，根據會讓痛覺遲到沒有想象中嘅戲劇化腫脹。鏡子裏係稍為紅潤嘅明日預告版自己。護士遞來冰美式韓國醫美標配修復飲料，藥膏貼片排得上藝術品，連術後技巧清單都有中英韓三語版本。這份細熱呢，終於懂了什麼叫美麗產業。素人闖關成功，下次分享如何用3天假期讓閨蜜問你只是去韓國切粒泡麵對吧？